大家好，歡迎收睇講星睇真啲。90年代初期，如唔係譚詠麟同張國榮嘅爭霸結束，四大天王根本火唔起來。亦正係咁，佢哋四個捉住咗呢個時代，一直紅到而家。今日要講嘅四大天王之一嘅黎明，其實佢並唔係香港人。1966年，黎明生於北京，出生不久，黎明嘅父親就前往香港工作。黎明嘅父親叫黎新新，佢唔係中國國籍，係印尼華僑。1970年，4歲嘅黎明隨父母搬到香港生活。1980年，喺黎明14歲嘅時候，黎明嘅父母協議離婚。不久，黎明又有咗後媽。後媽大多係唔好嘅，對黎明經常有打罵，所以黎明性格內斂而唔張揚，並且仲有啲自卑。亦係喺呢一年，黎明嘅父親為咗減輕家庭對佢嘅影響，便將佢送到普林斯頓大學喺英國嘅中學部讀書。1985年，黎明因為喺英國讀書期間患咗病，暑假返港休養。一次偶然嘅機會，被星探發現。呢一年，黎明參加咗碧泉新星大賽，獲得冠軍。一年後嘅1986年，20歲嘅黎明又參加咗第5屆新秀歌手大賽，憑藉住一首《絕對空虛》獲得季軍，正式出道。雖然進入咗娛樂圈，但係黎明嘅缺點亦比較明顯，唱歌冇經過專業訓練，聲線低，音質薄，高音經常頂唔上去，並且仲容易跑調。黎明亦清楚自身嘅弱點，於是想拜一位大師。1987年，21歲嘅黎明拜咗戴思聰為師。戴思聰可是香港樂壇教父，佢帶出嚟嘅徒弟個個巨星，比如王菲、謝霆鋒、楊采妮、劉德華、郭富城、陳曉東、梅艷芳、王祖賢等等，甚至係連一啲影視巨星亦都曾拜喺佢嘅門下，比如梁朝偉、李嘉欣、黎姿、向海嵐等等。黎明喺戴思聰嗰度學唱歌嘅時候，正好王祖賢亦都喺度學。嗰時候嘅王祖賢已經紅遍咗半邊日啦。兩人同拜一個師傅，好快就熟悉咗。黎明喺酒吧唱歌嘅時候，王祖賢經常去捧場。王祖賢相繼同齊秦演咗《芳草碧連天》，同張國榮演咗《倩女幽魂》，獲得咗第7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嘅最佳女主角嘅提名，從此大紅。而此時嘅黎明有次喺片場開咗架奔馳，加上遲到，引起劇組人員嘅不滿，遭到雪藏。事業不順嘅黎明跑到台灣發展。由於王祖賢係台灣人，又同黎明係同學，所以王祖賢媽媽邀請黎明去佢屋企裏面。高大英俊嘅黎明讓王媽媽覺得好中意，於是就收咗佢做契仔。此時嘅黎明只係個小明星，雖然亦都喜歡王祖賢，但僅僅係放喺心裏而已。呢個時候嘅王祖賢正喺度同齊秦熱戀，根本冇注意到呢個同學。幾年後，黎明接受一個採訪嘅時候話：我係邊棵蔥啊？嗰個時候嘅我乜都唔係。王祖賢可是紅遍半邊天，我邊有資格追佢啊？去台灣發展嘅黎明出演咗《中視風雲時代》嘅連續劇，呢個戲讓黎明終身難忘。身高180厘米嘅佢，同劇裏邊160厘米玉女紅星演一場愛情戲。呢個女星企直咗，只能夠到黎明嘅頸處，於是佢當場要求黎明紮馬步，把自己變矮一截嚟屈就佢嘅身高。黎明無奈，只能夠彎曲住雙腿同佢演完咗呢場戲。受咗氣嘅黎明話俾自己知，總有一日我會比你紅，唔好俾自己嘅身高受到一啲委屈。亦確實，黎明好快就爬上咗四大天王嘅位置。1989年，23歲嘅黎明出演咗電視劇《天涯歌女》，同埋小佢6歲嘅女演員陳松伶搭戲。18歲嘅陳松伶喺《天涯歌女》裏面把民國一代歌后周璇演嘅出神入化，讓人印象深刻。不過好似黎明同陳松伶，亦只係為咗電視劇炒作而已，真係套路深啊！呢套路而家都仲喺度使用，只要有電影或者電視劇上映，總係要炒作一番，冇外乎就係個人感情緋聞，大眾仲都吃呢一套，屢試唔爽。1990年，24歲黎明出演《回到未嫁》嘅時候，認識咗同佢同歲嘅玉女周海媚。不久兩人又合作咗《今生無悔》。帥哥靚妹最容易擦出火花，美好漂亮嘅嘢冇人唔中意。
對於周海媚，灰哥仲係鍾意佢出演嘅《倚天屠龍記》中嘅周芷若，比下一版嘅高圓圓一啲都唔差，甚至神情比高圓圓演嘅仲要好。周海媚早上比較有來頭，係滿族商白旗瓜爾佳氏，同女星關之琳係本家。周海媚18歲嘅時候參加咗香港小姐嘅比賽，清潔嘅年齡同傻妹妹式不拘小節嘅表現，同香港小姐高貴大方嘅要求不甚相符，因此被擋喺決賽門外。但最後加入咗無綫第一期嘅藝員訓練班，並出演咗佢嘅第一部電視劇《楊家章》，飾演楊九妹。周海媚喺19歲嘅時候與29歲嘅呂良偉共同出演《小島風雲》結識，並且好快發展為戀人關係。4年後嘅1989年，33歲嘅呂良偉同23歲嘅周海媚喺美國拉斯維加斯秘密結婚。1年後，黎明同周海媚出演《回到未嫁時》結識。此時嘅周海媚嘅婚姻生活並唔幸福，同公婆希望佢做全職主婦，而佢醉心演藝事業，雙方嘅矛盾冇辦法調和。再加上從細備受家人寵愛嘅佢神經大條，唔太會照顧人，周海媚同呂良偉嘅矛盾越嚟越深。黎明同周海媚拍戲，緋聞亦不脛而走。聽到緋聞嘅呂良偉當然亦冇饒咗周海媚，於是各種港媒嘅頭條都有佢哋打交嘅消息。雖然均被闢謠，但唔係咁容易解釋嘅清㗎。1995年，周海媚同呂良偉嘅婚姻走到咗盡頭，隨後呂良偉又同鄺美雲結婚，2年後離婚，一直到2001年，呂良偉同貴州姑娘、商界女強人楊小娟結婚。多年後，周海媚喺參加一個採訪時，講出咗佢同黎明嘅感情。同黎明，我哋維持咗幾年，後來感情轉淡咗。再次追問黎明點解唔承認時，佢話我亦唔知點解。黎明愛港者真係上癮。周海媚雖然冇進入決賽，但下面呢位女友則係香港小姐冠軍。黎明所在嘅唱片公司叫新藝寶唱片，呢家唱片公司睇黎明嘅唱片賣得極為普通，合同到期後就冇續約。黎明揾到咗恩師戴思聰，戴思聰通過關係把黎明介紹到寶麗金唱片。同行都知道新藝寶唔簽黎明嘅原因，所以寶麗金亦都唔點諗要黎明。但因為戴思聰話黎明會紅嘅係新藝寶唔要，寶麗金先簽得到，寶麗金先簽下咗黎明。香港樂壇教父呢個名詞可唔係白叫㗎。1990年，黎明喺寶麗金嘅第一張專輯《相逢在雨中》賣到金唱片，呢個時候嘅黎明喺歌壇亦都打下咗一片江山。1991年，黎明本想邀請王祖賢拍攝 MV， 但無奈人紅無檔期，只能夠揾咗21歲嘅李嘉欣。比黎明小4歲嘅李嘉欣係1988年嘅香港小姐冠軍。21歲嘅李嘉欣正處於嬌艷欲滴、膚白如雪嘅階段，正吊住大自己19歲嘅富豪劉鑾雄。後來劉鑾雄呢條大魚跑咗，先至注意到帥哥黎明，兩人合拍咗好多 MV。演咗好多部電影。此後，李嘉欣公開承認同黎明熱戀。黎明面對住廣袤嘅森林，點樣可能會被一棵小草綁住呢？李嘉欣實在唔中意咁冇擔當嘅男人，仲不如揾個富豪。於是喺同比佢細5歲嘅男模特陳平治交往分手後，喺2008年38歲時嫁俾咗46歲嘅富商許晉亨。黎明後來談到呢段感情時，佢曾經話：我有後悔，呢個係我19年嚟最大嘅遺憾。遺憾歸遺憾，人生邊有不遺憾嘅呢？可係黎明卻喺撩妹嘅路上越走越順。又係一個香港小姐，只不過係1988年嘅亞軍，當年嘅冠軍係李嘉欣。佢叫陳淑蘭，同黎明喺拍 MV《對唔住，我愛你》時，兩人結識。黎明同陳淑蘭係地下戀情，陳淑蘭係黎明嘅粉絲，主動投懷送抱，一般嘅人都無法拒絕，黎明亦冇拒絕。只不過後來黎明越嚟越好，亦認識到黎明唔可能同自己平穩嘅過一世，於是兩人分手。1992年嘅黎明已經火遍天際啦，音樂、影視等等一個唔落下。呢一年，黎明與張學友、劉德華、郭富城一齊被封為4大天王。本來李克勤係有希望入選嘅，但係佢嘅黑料比較多，就候補咗郭富城。
呢啲人亦靠住四大天王嘅名號同自身嘅天賦與努力喺娛樂圈火咗幾十年，此後好難再出現咁樣嘅盛況啦。1994年，28歲嘅黎明同27歲嘅周慧敏合唱《真愛在明天》，又係帥哥靚女，點睇點配，佢哋亦不負重託，好快就有緋聞傳出。黎明同周慧敏合作過電影同多部 MV， 雙方都有好感。周慧敏曾經公開大讚黎明，黎明亦曾經回應對周慧敏嘅好感，但係並冇好似眾人期待嘅咁，周慧敏卻睇上咗武俠作家倪匡嘅仔倪震。值得一提嘅係，黎明緋聞前女友李嘉欣嘅前男友就係倪震。倪震風流成性，周慧敏多次原諒，亦係讓人為佢感到不值。黎明撩妹亦都有失誤嘅時候。1994年，24歲嘅李依紅係94年嘅香港小姐季軍，可能大家對佢唔點熟悉，佢就係喺古天樂、李若彤出演嘅《神鵰俠侶》呢部電視劇裏面飾演郭襄。坊間傳聞黎明多次表白，均為婉言拒絕，唔能夠唔講，天王亦有得唔到嘅女人。1995年，王家衛籌拍由黎明與李嘉欣、莫文蔚、楊采妮、金城武主演電影《墮落天使》。同年嘅12月，王家衛劇組到韓國做宣發，當時嘅對接人係一名經紀人。呢名韓國經紀人手下有個叫金喜善嘅廣告模特。呢個時候嘅金喜善仲只係一個小嘍囉，但確實係漂亮。要唔係，亦都唔能夠喺2005年同成龍主演電影《神話》，兩人仲有緋聞。大哥睇上嘅女人有差嘅咩？黎明同金喜善秘密交往，兩人經常喺韓國同加拿大約會。名人嘅約會都咁麻煩，食個飯仲要坐個飛機到歐洲，得閒嘅仲能夠坐飛機去餵鴿子。我等凡人就睇個熱鬧啫。2年後嘅金喜善事業騰飛，被稱為韓國第一美女。喺香港參加活動嘅時候，被影到同黎明喺酒吧約會。黎明係有大片森林嘅人，點可能會承認？但隨後又被拍到2次。1996年，陳可辛導演拍《甜蜜蜜》，黎明同張曼玉主演，兩人出演熒幕情侶。此時嘅黎明30歲，張曼玉33歲。值得一提嘅係，張曼玉亦都係一名香港小姐，只不過出名比較早，喺1983年嘅香港小姐比賽中獲得亞軍。5年後，張曼玉就憑借《人在紐約》獲得金馬獎影后。兩人亦係經常被拍到約會，估計亦即係普通嘅朋友一齊食飯嘛。此後嘅黎明又同曾經拍過《玉蒲團》嘅舒淇有過一段刻骨銘心嘅愛情。1998年，黎明喺主演電影《玻璃之城》嘅時候認識咗舒淇。舒淇嘅性感係大多數男人都喜歡嘅，天王亦都唔例外，好快就陷入到舒淇嘅溫柔鄉中，兩人開始熱戀，並好快就同居啦。出身並唔點好嘅舒淇，一路走嚟特別嘅唔容易，喺攀上天王嘅高之後，對黎明言聽計從，最後兩人戀情曝光，黎明嘅粉絲嚴重嘅唔同意兩個人埋一齊。因為舒淇嘅不雅經歷被嘲諷，當舒淇需要黎明嘅時候，黎明面對每次永遠都係我同舒淇只係朋友，而舒淇亦都冇辦法，只能夠依住男友。有媒體問佢，亦都總係回應我哋唔係情人。黎明可係天王，一大片森林嘅資源，點可能會為咗一棵小草就放棄整片森林呢？2001年，黎明同張柏芝共同出演《情迷大話王》。兩個人嘅吻戲吻出愛。呢個時候，張柏芝嘅男友係陳曉東。張太有次當住媒體嘅面批評陳曉東唔負責任時，陳曉東亦係比較氣憤嘅話，張柏芝嘅奔馳跑車係黎明送嘅，一石激起千層浪。中跑車博美人一笑，呢個亦只有天王有呢個實力做嘅出嚟。媒體仲曾經爆出黎明同張柏芝喺尼泊爾拍戲嘅時候朝夕相處，兩人經常一齊深夜打青球。兩人回港之後仲經常一齊玩，結束之後送張柏芝返屋企。坊間傳聞有次黎明將張柏芝惹得唔高興，為氹美人一笑喺澳門豪放煙花，博得張柏芝一笑。此時嘅張柏芝紅住面吻咗黎明，黎明仲曾經為此解釋臉紅係劇情需要。此後嘅黎明仲同韓國新一代廣告天后李奈英同日本女星瀨戶朝香拉拉扯扯，傳出緋聞。
此時嘅黎明嘅屋企仲住住舒淇，因此舒淇仲曾經患上抑鬱症，暴瘦18斤。2005年，舒淇29歲，黎明39歲，交往7年。舒淇提出結婚，被拒。黎明話有急事，當晚就要去外地工作。第二日就睇到媒體新聞，黎明同嚟香港宣傳新戲嘅金喜善共度情人節。舒淇嘅嗰段歷史，永遠喺黎明心裏面過唔去，就好似8年後嘅張柏芝喺謝霆鋒嘅眼中一樣。於是黎明同舒淇分手。同樣係2005年，黎明喺錄節目時認識咗徐子珊。徐子珊同樣係香港小姐，4年嘅香港小姐冠軍。徐子珊性格奔放，曾經喺節目中大談嗰方面嘅經驗，仲唱咗首歌叫《Hit Me》，宅男請自我翻譯一下，評論區流晒。黎明同徐子珊交往1年唔到，又認識咗樂基兒。黎天王終於俾咗樂基兒名分。黎明喺2008年與細自己14歲嘅樂基兒喺美國秘密結婚。樂基兒1980年出生於澳門，中越混血，喺美國長大，擁有美國國籍。1998年，18歲嘅樂基兒到香港發展，拍過多部廣告同電影，愛繪畫、愛服裝設計、愛紋身、愛隆胸等等。媒體亦係感嘆天王歷盡圓滑，終於浪子回頭。可係天王豈是任何人能夠駕馭嘅了嘅嗎？2012年，黎明辭去夫妻聯名公司董事一職。有好多傳聞，大致有2個：一係樂基兒呃咗黎明好多錢，二係一個鬼佬發佈咗樂基兒嘅私照，話係自己老婆。天王對呢個醜聞點樣受得了？於是喺10月份，兩人正式離婚。但係離婚聲明中卻寫得過分嘅官方，由於雙方喺生活理念上產生咗嚴重嘅分歧，故此喺經過慎重考慮之後，雙方決定正式分手。坊間傳聞，黎明曾經喺樂基兒身上花咗有7.5億，包括送豪宅、送名車、送遊艇。經過呢一個事後嘅黎天王，該如何去管理自己嘅感情呢？好耐冇佢嘅消息。2018年，港媒爆料，天王黎明成功榮升父親。好耐冇消息嘅黎明，一出現嘅消息就咁炸裂，食瓜群眾腦海嘅問號排成隊，唔係離婚啦咩？咩時候傾嘅戀愛？咩時候結嘅婚？天王嫂係邊個？第二日，黎明親自喺社交網站上承認喜當爹，大家都喺度猜測天王嫂係邊個。香港媒體分析，天王嫂大有可能係 Wing Chan。呢個女孩85後，長相普通，曾經喺黎明公司做助理，曾經同李治廷傳過緋聞，曾經結過1次婚，2012年離婚。2012年幾咁熟悉嘅一個年份，呢一年天王同樂基兒離婚嘅年份，咁就講得通啦。生女之後嘅 Wing Chan 搬進咗黎明600平米嘅豪宅，呢個豪宅亦都曾經係天王和樂基兒嘅愛巢。縱觀天王黎明嘅咁多年嘅撩妹史，千帆景過，最後勝利嘅竟然係身邊嘅普通人。嗰啲傾國傾城嘅美女們到底係點輸嘅呢？歡迎喺留言區留低你嘅睇法。今日嘅影片就到呢度，歡迎訂閱、讚好、轉發，我哋下期見。